第二個呢，可以放返低個腳背先啦，跟住放返個額頭喺手搭手瞓喺地下，之後可以將你嘅雙腳拍埋少少，勾起一隻腳，咪腳趾，鼻吸後呼，升起大髀。同樣啦，都係唔係反走嘅，做完一邊，擺好位置，再做另一邊，咁都係做10下。開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